来看外界指讲，咱国内最近鸡卵的产量上过济哦，也毋过计数煞是颠倒去，敢是鸡卵的计数有人在控制咧？农业部长陈俊贵今仔是表示讲，若鸡卵的计数问题，会当提供相关的证据，因就会来启动联合稽查。最近国内卵价已经起2摆，目前产地计数每斤106块5，批发价每斤36块。外界质疑鸡卵卖起落车，鸡卵产量可能上过济，啊，毋过计数煞起价可能是被垄断。农业部长陈俊贵澄清，季节交替之间本来就会波动。整个鸡蛋的价格，我想是尊重市场的一个机制。我们会持续观察整个鸡蛋的一个动态。那后续的这些行销，我想会以冬季的这些火锅跟其他方面的行销为主。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鸡蛋的价格，我相信应该会越来越持平。国内鸡卵日产量维持伫12万箱以上，供给量已经超过国内需求。陈俊贵表示，目前并无发现市场上有无正常，啊，毋过若鸡卵计数无正常的变动，而且有证据，对启动联合稽查。消基会认为，国内卵价问题是欠缺监督机制。我们呼吁主管机关一定要对盘商呢他们的决定价格的这个机制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这一个单独的一个垄断的这个问题，应该要加强来做一个查考跟稽核。我从来也不会说预估的，从来不敢说下个礼拜要怎么样，你敢讲说下个礼拜有什么事会发生吗？鸡卵计数是不是可能会个讨论调整？特别是农商业工业工会无愿意加做负责，态度保守。农业部是相信鸡卵计数会愈来愈平稳，因为卵农生产会做适度调整，也继续观察鸡卵计数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